一節最新嘅風暴消息，1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，表示有一個熱帶船喺香港約800公里範圍內可能影響本港。喺上午8點，強烈熱帶風暴韋帕集結香港之東南偏東約670公里，即係北緯19.8度、東經120度附近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25公里，橫過南海東北部，移近廣東沿岸。睇熱帶順路徑圖，韋帕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90公里。過去1-2小時，本港高地間中吹強風，按照現時預測，韋帕今日會繼續增強，並移向珠江口一帶。隨住其外圍雨帶及強風區逐漸影響廣東沿岸，本港今日稍後風勢逐步增強，雨勢頗大及有狂風雷暴。天文台會喺今日下午2點至3點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韋帕會喺明日頗為接近珠江口一帶，本港會有狂風大驟雨及雷暴，海有非常大浪及湧浪，沿岸沿岸邊及停止水上活動。天文台會視乎韋帕與珠江口嘅距離、其強度及本地風力變化，評估是否需要喺明日初時改發更高熱帶船警告信號。請密切留意最新天氣消息。預測部分時間陽光，有幾陣驟雨，日間酷熱，最高氣溫約33度。稍後雨勢頗大及有狂風雷暴，吹微風，漸轉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，稍後吹強風，海有大浪及湧浪。展望明日吹烈風，天氣惡劣，海有非常大浪及湧浪。星期一風勢逐漸減弱，但仍有狂風大驟雨及雷暴，隨後2-3日有驟雨。今次嘅風暴消息報完畢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歡迎收睇一節風暴消息。3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，預料本港平均風速為每小時41至62公里。下午3點，強烈熱帶風暴韋帕集結香港之東南偏東約520公里，即係喺北緯20.6度、東經118.8度附近。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25公里，橫過南海東北部，移近廣東沿岸。睇熱帶順路徑圖，韋帕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105公里。過去數小時，韋帕穩定地橫過南海東北部，移向珠江口一帶，並有增強跡象。隨住其強風區及外圍雨帶逐漸影響廣東沿岸地區，本港今日風勢逐漸增強，有狂風驟雨及雷暴，海有大浪及湧浪。應該盡快完成所有防風措施，沿岸邊及停止水上活動。韋帕會喺明日頗為接近珠江口一帶，預料本港風勢將帶烈風至暴風程度，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及雷暴。天文台會視乎韋帕與珠江口嘅距離、其強度及本地風力變化，考慮喺明日凌晨時分改發爆烈風或暴風信號。受風暴潮影響，沿岸低洼地區明早可能出現水浸，請密切留意最新天氣消息。預測吹強風程度偏北風，大致多雲，有幾陣狂風驟雨。下午短暫時間陽光及酷熱，驟雨逐漸增多及有雷暴，海有大浪及湧浪。展望明日吹烈風至暴風，天氣惡劣，海有巨浪。星期一風勢逐漸減弱，但仍有狂風大驟雨及雷暴，隨後2-3日有驟雨。今次嘅風暴消息報完畢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歡迎收睇一節風暴消息。9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現正生效，預料當韋帕接近香港時，本港風力顯著增強。喺上午8點，颱風韋帕集結香港天文台之東南約90公里，即係喺北緯21.7度、東經114.8度附近，預料向西或西北邊西移動，時速25公里，靠近珠江口一帶。睇熱帶順路徑圖，韋帕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120公里。隨住韋帕移近珠江口，預料本港風力進一步上升。現時本港離岸正受烈風影響，高地間中吹暴風，
而與韋帕相關嘅狂風大驟雨就影響本港。按照現時預測，韋帕會喺未來數小時最接近本港，並於接近中午時分喺香港天文台以南約50公里左右掠過。本港將由吹偏北風逐漸轉為吹東至東南風。原來受遮蔽嘅地方可能會變得當風，你需保持高度警覺。天文台會視乎本地風力變化，評估是否需要發出10號颶風信號。預料本港今日日間天氣持續惡劣，有狂風大驟雨，海有巨浪及湧浪，沿岸沿岸邊及停止水上活動。受風暴潮影響，大埔滘嘅水位今早曾上升至海圖基準面以上3米左右。預料本港部分沿岸低洼地區可能出現水浸。喺過去1小時，大老山、橫瀾島及青洲分別錄得嘅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89、85及65公里，最高陣風分別超過每小時114、100及85公里。預測風勢顯著增強，吹烈風至暴風程度北至東北風，稍後轉吹東至東南風，密雲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及雷暴，海有巨浪及湧浪，最高氣溫約28度。展望明日仍有狂風大驟雨及雷暴，初時南及高地嘅烈風程度，風勢逐漸減弱，隨後2-3日有驟雨。睇埋過去1小時最高陣風，有大部分地區錄得烈風程度嘅陣風。今次嘅風暴消息報完畢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歡迎收睇一節風暴消息。10號颶風信號現正生效，表示本港平均風速每小時118公里或以上。喺上午10點，颱風韋帕集喺香港天文台之東南偏南約60公里，即係北緯21.8度、東經114.4度附近。預料西或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25公里，橫過香港以南水域。下一度係船路景圖，韋帕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140公里。韋帕未來2-3小時最接近本港，並於香港天文台以南約50公里左右掠過，對香港構成相當威脅。受其眼壁影響，本港南部地區正吹颶風，預料10號颶風信號會維持一段時間。本港將由吹東北風逐漸轉為吹東至東南風。原來受遮蔽嘅地方可能會變得當風，你需保持高度警覺，不要離開有屏蔽嘅地方，並留意破壞性嘅風力。韋帕嘅強雨帶亦為香港帶來頻密狂風大驟雨，海面有極巨浪及湧浪，沿岸沿岸邊及停止水上活動。受風暴潮影響，大埔滘嘅水位今早曾上升至海圖基準面以上3米左右。預料本港部分沿岸低洼地區可能出現水浸。喺過去1小時，橫瀾島、大老山及青洲分別錄得嘅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126、126及111公里，最高陣風分別超過每小時154、167及167公里。預測吹暴風至颶風程度東北風，漸轉吹東至東南風。密雲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及雷暴，海有極巨浪及湧浪。展望明日仍有狂風大驟雨及雷暴，初時南及高地達烈風程度，風勢逐漸減弱，隨後2-3日有驟雨。睇埋過去1小時最高陣風，有大部分地區錄得颶風程度嘅陣風。今次嘅風暴消息報完畢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